城大校園早前發生襲擊事件，一名23歲內地男學生今日朝早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首度出庭聆訊，被告黃浩宇被控6項罪名，包括襲擊、盜竊、傷人及襲警等。據了解，佢上個月31號喺城大食堂因聲量問題與他人爭執，其後襲擊一名女子並偷走佢嘅身份證、銀行卡及970元現金等財物。佢亦被控喺同一地點非法傷害一名胡姓男子。同日，被告喺城大圖書館內襲擊另一名男子及2名到場警員，仲損壞警方隨身攝錄機。裁判官李志豪將案件押後至本月16日再訊，以待索取2份精神科報告。被告申請保釋被拒，需還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。壓力大，不如去跑步、打波，舒緩下心情啦。當然，合法嗰啲先得。